使徒行传第17章，保罗甲西拉经过暗菲波利甲阿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习惯入去会堂，连续3个安息日，引用圣经甲人辩论。伊讲解，佮证明基督一定着受害，然后对死人中佮话，伊讲：我对恁宣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因中间有人受说服来信，就去缀保罗甲西拉，其中有一大群敬畏上帝的希腊人，佮有袂少的贵妇人。毋过犹太人去嫉妒，就招一寡街头的匪类，假群结党，扰乱全市，攻击耶稣的厝，找保罗甲西拉，要甲因掠去交互民众。因找无，就将耶稣甲一寡信徒带去见地方官，话讲：这会甲天下兵认党的人，嘛来到咱遮咯。耶稣竟然甲因收留，因违背罗马皇帝凯撒的法令，讲另外有一个王叫做耶稣。群众甲地方官听到这话，就急不安。官员对耶稣甲其他的人收钱交保了后，放因出去。迄暗，信徒透暝送保罗甲西拉去庇哩亚，因一个到位就入去犹太人的会堂。这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较开明，非常热心听道理，逐日查考圣经，看保罗所讲的有确实无。因中间有真侪尊贵的希腊妇人人甲查甫人信。毋过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个知影保罗嘛伫庇哩亚在传上帝的道，就去遐煽动群众，引起扰乱。信徒随时送保罗去海边，西拉甲提摩太留伫遐，因一路护送保罗到拿甸。保罗吩咐因叫西拉甲提摩太尽量赶紧去甲伊会合，然后因就离开。保罗伫拿甸在等候西拉甲提摩太中间，看到满城拢是偶像，心内非常痛苦。伊伫会堂甲犹太人以及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谈论，嘛逐日伫市中心甲所拄着的人谈论。有一寡伊撇鸠罗甲苏多亚学派的哲学家来甲伊辩论。有人讲，这个爱讲话的，你黑白讲什么？有人讲，伊亲像在传外国的鬼神。因安尼讲，是因为保罗传耶稣甲伊国外的福音，因就甲保罗拖到阿略巴古机场，对伊讲：你伫讲论的神学说，会当互阮知袂？有一寡代志，阮听了怪怪，阮爱知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所有雅典人甲住伫遐的外国人，用真侪时间谈论甲听神奇的事。保罗徛伫阿略巴古议场的中，讲：各位雅典人，我看出恁伫各方面有强烈的宗教热情。我伫城内伫行，观察恁敬拜的所在，嘛有看到一座坛，顶面写“献予毋捌的神”。恁伫敬拜毋捌的神，现在我报恁知。这位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是天地的主，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妙事，嘛无欠用人的手所献的物。其实伊拢无需要，伊家己颠倒将性命甲气以及万物赐予人类。
伊对一个人做出各种族的人，互因徛起伫地面上各所在，搁大声甲因定年限甲徛起的地界。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因找伊，因若超找就会找着。其实伊甲咱逐个人相离无远，因为咱靠伊生活、行动、存在。亲像恁的诗人有会安尼讲，因为咱嘛是伊的子孙。既然咱是上帝的子孙，无应该将伊的神性看作甲偶像同款，是靠人的手艺用金银也是石头雕刻出来的。人类也活伫无知的时代，上帝无追究。毋过现在伊命令全人类着悔改。因为伊已经决定日子，要用伊所指定的人，照公义来审判全世界。伊互一个人对死人中国活，用这个做凭据，互全人类通信。因一个听到死人国活的事，有人甲伊讥笑，嘛有人讲，关系这个事，阮爱搁听你讲。然后保罗对因中间出去。不过有一寡人缀伊去，成做信徒，其中有阿略巴古的议员杜尼修，阁有一个女士叫做大玛丽，以及一寡甲因做伙的人。